重男轻女这是古早时代观念，即嘛是男女平等。也毋过对古早流传较大嘅祭祀工业制度，原则上拢是爱查甫嘅男性才通列名去参加家族嘅祭拜，也是分配财产。即几当就有女性想要继承这权利，去申请大法官解释。宪法法庭伫昨昏召开辩论庭。 为古早流传到今的祭祀工业制度，原底原则上是男性才通继承相关的权利。祭祀工业条例针对派下权是以继承事实，也是工业家己的规约来规范。但是祭祀工业家己无规定，就以男性正做派下权为主。即几当有女性也想要派下权，因为现行规定违反性别平等等等原则，声称实现。18宪法法庭召开严肃辩论。释字第365号解释，必须要基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异，或因差异所生之社会生活功能角色不同，才能有性别的差异。男性就生理上来说，是否有比较好或更适合健全祭祀工业的土地管理，或是男性是否比较适合凝聚宗族意识？关系机关内政部认为，条例设计并不是以性别做分类标准，是以传统观念先打祭祀者做条例设计，而且内政部认为，若是大法官宣告违宪，会影响到法律的安定性。 传统过往习惯上，祭祖是由男性子孙为之，女性子孙并无祭祀祖先之义务了。好，因此它形式上虽然是用男性子孙的用语，但实质上其实是以这个由这个祭祀的这个承担祭祀作为区别的标准。如果要做变动的话，势必会造成过往已经因为这个之前的这个祭祀工业的这个状况而这个既定的一个法律事实，而有必须要 参酌这个法案定性以及法不溯及既往之考量。在场专家学者大部分认为现行条文违反性别平等原则，甚至有学者认为，根据联合国指导公约，对妇女有歧视的传统风俗，嘛应该使用制定法律等等手段来改进。学者认为，内政部驳回条文设计不是以性别分别，是以传统习惯做设计，只是一种杀责任的讲法。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